今仔日是中华民国114年的生日，伫个总统府前举办国庆大典。这个国庆大会表演，会当看到国军一连串的演出，像国防部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特别经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的应援曲，向台湾英雄来致敬。 陆军航特部在 CH-47 K 老桥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头前，顶头佮挂一面大面的国旗，远远看袂出偌大面，不过实际上有45公斤重，面积也有65平。CH-47的边仔也有2台乌鹰直升机盘飞。 队伍整齐，呈现训练的成果。二队摆出着自我 X 队形，呈现无限的希望甲信念，阁唔难呢。接下来操作科目为单手转枪16转，单手射程是16厘，一支国造 M 管半自动步枪有6公斤重，相当可能会到7公斤。 英国特别致敬2014年伫世界棒球12强赛摕冠军的台湾英雄。 12强的应援曲，这个国庆专工安排国防部联合各队表演，和现场观礼民众学了解特指。16个主题表演，大声定位又各是国军。今天的前导任务由宪兵快速反应连与新北市技警队共同担纲。现机部快速反应连详细掌握龙头的角度，在有限的空间控制动机，摆出壮观的车顶。对开袂乱场，国歌领唱到主题表演。 国军伫国庆盛典小连续精彩演出，用因平常时艰苦训练出来的基本功，祝福国家生日快乐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